再來看，在高雄市呢，有這南無會館是安排5個公館在路邊跳舞、翕影片的宣傳。警方表示，講這款行為呢，無經過申請，這是依法會當罰500塊的。另外，在前鎮區呢，有一間百貨公司是來辦演唱會，請真儕少年人透暝來排隊，甚至閣困在人行道。警方表示講，若準是無申請，安尼同款是愛罰錢。用這陣佇網絡頂管加唱的歌曲來跳舞翕影片，高雄市區一間南無會館的員工選佇車輛來來去去的六合二路跳舞翕影片，要替會館成人氣。影片放去網絡，遂引起討論，有超過300萬的觀看人次，隨風帶來宣傳效果。不只個即賣警方講，翕影片的人無經過申請，但司機佇咧車路跳舞會影響交通安全，會依法罰錢。有民眾看到影片嘛認為真正無妥當，是有點危險。怎麼說？因為有的人騎車就是沒有在看啊。行人於交通頻繁之道路嬉戲，處新台幣500元罰鍰。馬路車流多且環境複雜，並非個人秀場，切勿為了網絡點閱率而在道路上冒險。唔但車路的安全袂當凊彩，高雄這間百貨公司附近的人行道嘛，因為辦演唱會出現排隊的亂象。演唱會13暝才開始，有真儕少年囡仔已經透暝來排隊佔櫃，有人舉機啊、囥紙被，有人搭布棚，甚至有人是直接困佇咧人行道。現在警方就講，若是無佇咧申請的範圍內，無論是人還是物件，只要佔用人行道，都會罰錢。有專工陪囡仔來參加家長嘛，真無認同安尼排隊。有一個區域可以排隊，然後是規劃好的，能夠有遮蔽物的，也不用這樣曬太陽，甚至是可以規定不要在前一個晚上，你隔天的早上，你例如7點8點你再來排隊，也不會有半夜露宿街頭的問題。除責令行為人及時停止並消除障礙外，處行為人及其雇主新台幣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罰鍰。警方表示，目前也無法度確定主辦單位活動申請的範圍是毋是有包括人行道，不只個人行道，也是愛留個人好行路，維護用路人的安全。記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場報道。